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g， 歡迎大家收睇我嘅 channel。好耐咧都未去過九龍灣嘅 MegaBox 啦，一直以嚟咧都以為咧去 MegaBox 咧輪椅好唔方便啦，需要搭巴士或者要搭復康巴咧先可以去到 MegaBox 嗰邊。網上影片咧大多數咧都係正常人咧行去 MegaBox 嘅教學。如果大家想知道輪椅點樣由九龍灣站行去 MegaBox， 就繼續收睇落去啦。咁九龍灣站呢就係觀塘線，咁落咗車之後呢就有升降機喺中間嘅位置。九龍灣站呢就唔算話太多人等 lift 啦，所以呢好快呢就有 lift 落到去。咁出咗站之後呢，我哋呢就沿住 C 出口方向。本身見 Google Map 呢就寫住 A 出口嘅，但係驚唔識行啦，所以呢我哋就揀咗 C 出口。咁喺扶手嘅側邊呢就有部升降機可以上到去德福廣場。咁呢一邊呢，就係德福廣場嘅一期嚟嘅，咁呢度呢，就係1樓啦。咁我哋呢，就去睇埋洗手間先。咁女廁方面呢，都幾乾淨下，而輪椅方面呢，亦都有無障礙洗手間。商場嘅升降機呢，亦都收得好隱蔽下，喺正呢無障礙洗手間嘅對面。上到2樓出咗商場之後呢，就再向右轉。雖然係星期日啦，但係食肆呢，就唔算話特別旺，大部分人呢，都係嚟行街。行到去見到有港鐵總部大樓同埋德福廣場2期嘅標誌呢，我哋就出返商場啦。正常人呢就可以由1樓呢出商場，但係輪椅呢就一定要由2樓先可以出到商場。左手邊呢就係德福廣場嘅2期。本身見地圖教呢就係向前行啦，但我哋發現呢度呢就係樓梯嚟嘅。雖然有輪椅升降台，但係呢都係好唔方便。輪椅呢就要轉返去香港紫荊書院個方向。見到香港紫荊書院呢，就向住左邊，咁我呢再向前行呢，就會見到書院嘅正門口。繼續向前行之後呢，就再向右轉，呢邊呢會見到呢好多車出出入入啊。咁正常人行呢，就係行右手邊條樓梯啦，輪椅呢就需要搭升降機。不過呢部升降機呢都好特別下，佢需要呢要有人協助呢先可以搭得到。如果冇公用時嘅話呢，就可以打電話去叫職員協助。咁我哋之前呢都同機構申請咗一條公用時，所以呢就可以自己搭呢部 lift 啦。喺出邊呢要擺咗條鎖匙，開咗道門啦，再放鎖匙呢入嚟呢一個位，咁呢就撳住呢往下嘅標誌呢，升降機呢就會自動向下啦。不過呢部升降機呢都有啲慢，咁都係幾安全下嘅。咁但係要注意嘅呢，就係要自己開3道門啦。如果手部能力呢唔係太好嘅話呢，咁呢建議都係打電話叫職員幫手。出咗升降機之後呢，行到天橋嘅盡頭，又會見到呢另外一部升降機。咁呢部升降機呢就唔需要公用時嘅，需要輪椅人士呢就可以呢好似平時咁撳 lift 就得啦。出咗嚟呢個位置呢，就係林慶街啊，大家呢會見到 Hong Kong U Space 嘅。咁沿住呢一邊呢，好多停車場嘅方向呢，向前行到尾呢，我哋呢就行到宏照道。咁呢度呢，路口呢都係十字路口嚟嘅。咁我哋呢就去住比亞迪嘅方向行咗過馬路先，然之後呢見到中國建設銀行呢，就向左轉。咁我會建議輪椅人士呢就過咗呢條馬路嚟呢一邊先，因為呢頭先喺比亞迪嗰邊呢就少啲瓦遮頭嘅，咁呢邊呢就比較陰涼啲。咁嚟到呢條馬路呢，就叫做林豐街，離遠呢，就已經望到 MegaBox 啦。不過呢，仲未行到嘅，要穿過埋呢零碳天地呢，先可以去到 MegaBox。沿路行過嚟 MegaBox 嘅人呢，就唔算特別多啦，大部分人呢，都會揀搭穿梭巴士嘅，因為呢太曬呢，真係呢行得都有啲辛苦。左手邊呢，就係零碳天地啦，咁其實呢，都係似一個公園嚟嘅啫，冇乜特別嘢。咁喺 MegaBox 附近呢，都有好多嘅巴士站嘅。如果大家住嘅附近呢，有巴士可以嚟到 MegaBox 呢，就唔需要行咁遠啦。我哋足足呢連埋揾路呢，都行咗大概15分鐘。喺星期6日呢，由九龍灣嘅德福廣場呢搭去呢 MegaBox 嘅 shuttle bus 呢，有時呢都唔止等15分鐘咁少噶。我返去嘅時候呢，見到呢好多人呢排緊隊搭去 MegaBox。咁沿住呢停車場嘅方向呢，就可以呢行到嚟 MegaBox 嘅正門口啦。咁呢個門口呢，其實都有少少危險嘅。咁因為呢行入嚟嘅時候呢，左邊呢都會有車呢經過嘅。不過輪椅人士呢都唔需要特別擔心，出邊呢有個保安呢指揮住啲車。呢層呢就係1樓嚟嘅，咁我哋呢就上去睇下洗手間先。呢一度呢就係無障礙洗手間，都幾乾淨下。咁而女廁方面呢，咁呢得1樓呢一層呢係最靚嘅啫。
上面啲廁所呢，我覺得呢有少少似呢屋邨商場嘅洗手間。去完洗手間之後呢，出返商場呢，我哋呢就喺度呢行咗一個圈。地下呢一層呢，主要呢都係 Outlet 嚟嘅。咁 MegaBox 呢喺5月份開始呢，由5月1號至到31號呢，就會舉行呢 MegaFest 2026生活狂想節。期間呢，可以呢低至1折呢入手 Outlet 嘅服飾啦、運動用品。而餐廳食肆呢，亦都有1蚊加購價嘅特別優惠。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上網睇返詳情。升降機呢就分咗兩邊嘅，左邊呢就去低層，右邊呢就去高層。我哋今次呢就要搭上去13樓，咁所以呢就搭咗右邊呢邊嘅升降機。不過太多人流嘅關係啦，所以呢就要跟返地下嘅排隊線呢就排隊。咁升降機呢都唔算話等太耐，我哋呢就等咗3圈呢就入到 lift。不過呢，每一層呢都會停下，但係其實原來呢就冇人要出嘅，可能呢出邊有人撳咗呢，佢都會照停。講返呢，今日呢嚟 MegaBox 嘅最主要嘅目的，其實呢就係嚟打匹克球。呢一間呢就叫做 Pick and Match， 佢係呢香港佔地最大嘅室內匹克球旗艦館，佔地面積呢有成11000平方尺。有3個專業級嘅匹克球場啦，3個網球擊球訓練區，以及呢一個呢 4K 高爾夫球模擬器。入到去呢，仲有一個多功能訓練場，佢可以呢玩籃球、足球呢，甚至係乒乓波。而最近4月呢，仲舉辦咗全港首個 Pickleball 打機大賽。上次喺會展行展覽嘅時候呢，就拎咗呢免費嘅體驗券。咁今日呢，終於呢有時間嚟到玩啦。我就揀咗呢30分鐘嘅免費匹克球發球機。本身張券呢就寫住唔使預約嘅，不過呢，我擔心星期6日呢上到嚟呢會冇位啊，咁所以呢，我都提前呢用 WhatsApp 呢預約咗。喺左手邊呢幅牆呢就放住呢唔同嘅球拍，咁大家呢有興趣嘅話呢都可以喺度試下拍。右手邊呢一間房呢就係高爾夫球模擬器。行到最盡頭呢，就係多功能訓練場，咁呢就可以玩籃球、足球，甚至係乒乓波。咁有興趣呢，都可以 join 佢哋嘅健身班。行到嚟呢度呢，就有更衣室啦，同埋呢就有洗手間。咁洗手間嘅附近呢，亦都有 locker 嘅。咁嚟到呢，我要體驗嘅地方啦，呢一度呢，就係自助發球訓練區。咁呢個場呢，都算大下，咁啊中間呢，仲有個網。咁側邊呢，就有2張凳啦，同埋2個拍嘅。一開始呢都唔係好習慣呢發球機嘅速度啊，有啲呢都真係發得幾快下。上次呢就喺啟德體藝館呢試過玩匹克球，今次呢就係第2次呢玩匹克球嘅。匹克球呢就真係幾啱輪椅人士玩，呢一個呢就係一個門檻比較低啦，而且呢就係雙健共用嘅運動嚟。支拍呢亦都係好輕啦，唔需要太大力呢都可以打到個波過去。正常人打匹克球呢，就要喺彈地第1次之後呢，就要接波噶啦。輪椅人士玩匹克球呢，就可以喺落地後彈地2次呢，再打呢，都係合格嘅。打咗一陣啦，啲波呢都打晒出嚟啦，就需要呢放翻啲波落去呢，之後再撳 start。場地入邊呢，可以接受包場搞活動嘅，咁入邊啲小朋友呢，就係搞緊生日 party。咁場地嘅收費呢，其實呢非會員呢都係比較貴嘅。如果租一個匹克球場呢，1個鐘頭呢係需要600蚊嘅。而會員制度呢，就係呢放咗一啲按金喺度啦，而每次打呢，就係扣翻入邊啲錢。每個月份呢，都有啲呢特別嘅優惠嘅，好似今個月4月30號呢，就有呢5個鐘頭呢運動馬拉松 party 日啊。5個鐘頭嘅收費呢都係120蚊，咁名額呢就係40個，咁入邊呢就可以呢任玩呢匹克球、高爾夫球、乒乓波、籃球、足球，甚至係做 gym 啦、布袋球、網球、匹克球都可以玩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放平日嘅話呢，都建議大家呢可以試下呢啲運動日，因為呢價錢呢都真係幾抵下。咁多年冇行過 MegaBox 呢，入邊啲嘢呢好似呢都冇乜點變下。2樓呢一層呢都繼續呢係 AEON嚟嘅，不過呢個超市呢就比起太古嘅超市呢就細啲。咁3樓呢一層呢主要呢都係買一啲嘅床上用品，4樓呢就係 IKEA。咁以前呢都真係好鍾意呢嚟到 IKEA 呢嘅餐廳食嘢，因為呢夠平夠抵食。搭到上嚟5樓呢一層呢就係商場嘅中庭位置。喺星期6日同埋公眾假期呢，5樓呢一層啊都會舉辦呢青創市集，鼓勵呢一啲嘅年輕人呢創業。
咁喺升降機隔離呢，就有個洗手間。咁原本呢，就諗住呢搭返升降機落去 B 層啦，我就自己搭穿梭巴士走嘅。不過等咗幾分鐘呢，啲升降機呢都仲未落到嚟，所以最後呢，我就決定呢搭扶手呢直接由5樓呢就搭到落去1樓。咁呢條扶手呢就係特快嘅，咁之後呢，就落多2層啦，去到 B 嗰層呢就可以呢搭穿梭巴呢返去九龍灣德福廣場。咁回程搭穿梭巴士呢，就唔算話特別多人啦，我呢都趕得切呢上呢一架嘅穿梭巴士。如果係正常嘅人士呢，唔需要用輪椅嘅話呢，都建議大家呢係搭穿梭巴士呢過嚟 MegaBox 呢一邊，因為呢就可以呢行少15分鐘。咁但係呢，搭穿梭巴士嘅車程呢都要呢6-7分鐘嘅，連埋上落呢都要預10分鐘左右。咁車路呢，同我哋行嘅路呢，其實有少少唔同嘅，因為呢車呢就需要呢兜一個大彎呢先返去德福廣場嗰一邊。咁有時呢，搭穿梭巴士呢，太多人等呢，都可能呢行路呢仲快過等到一架穿梭巴士。咁呢都搭咗成10分鐘呢，先搭到嚟德福廣場呢一邊。落車之後呢，發現呢邊嘅排隊人流呢真係超級多啊！沿路呢都打蛇餅呢，轉咗呢超多個圈呢，都未搭到穿梭巴士嘅。咁我覺得呢，大部分嘅人呢都未必係入去商場行嘅，可能呢係想去 MegaBox 附近。咁呢都會搭呢一架嘅穿梭巴士。咁呢一邊呢，上返嚟之後呢，就係德福廣場嘅2期嚟。咁呢輪椅呢，由1期去到2期呢，其實呢都幾唔方便下。我呢都仲未揾到條路呢係上嚟2期呢一邊嘅。如果大家知道點樣上嚟2期呢一邊呢，都可以喺下面呢留言話我知。咁今集嘅九龍灣 MegaBox 之旅呢，就嚟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想我拍多啲香港嘅地方，不妨呢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同埋讚好訂閱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